6月10日下午6時50分，13歲嘅大口離開咗我哋。對本團來講，大口唔止係一隻住喺犬舍嘅毛孩，亦係陪住我哋走過8年嘅老朋友。由5月開始，大口嘅身體狀況明顯轉差。最初佢經常食完就嘔，胃口亦越來越差。護理員姐姐每日都嘗試用唔同食物，希望幫佢補充體力。但隨住病情惡化，佢持續出現軟便同腸胃不適，精神同體力亦逐漸下降。至5月底，情況進一步惡化，大口嘔出帶血液體，並完全拒絕進食。本團隨即安排詳細檢查，超聲波結果顯示佢嘅胃部及腸道出現腫瘤，同時伴隨多項異常情況。面對不斷惡化嘅病情，本團一直盡力陪伴同照顧佢，可惜最終大口仍然敵不過病魔，最終離開。大口嘅故事要由8年前開始講起。2018年，大口同阿王 Figo 一齊喺青州附近一個地盤被救返來，其後由本團接收照顧。當年一齊離開地盤嘅3個夥伴，後來各自走上唔同嘅路。Figo 由託管家庭照顧至終老，阿王亦遇到願意帶佢返屋企嘅領養家庭，唯獨大口一直留喺犬舍。8年過去，佢由當年被救返來嘅狗狗，慢慢變成大家熟悉嘅老朋友。隨住年紀漸長，佢患上嚴重老人痴呆，雙眼亦因白內障接近失明。佢一生都未能等到一個真正屬於自己嘅家，這份遺憾始終令人唏噓。但值得安慰嘅係，喺犬舍嘅日子裏，大口從來都唔係孤單一個。護理員姐姐每日照顧佢嘅起居飲食，留意住佢每一日嘅身體變化，亦因為有善心人一直以來嘅支持，大口先可以喺犬舍入面被照顧、被愛錫，安穩咁走過生命中最後一段路。大口，你好好休息，願你喺彩虹橋上冇病冇痛，一路好走。